請注意，本片由無感情嘅 AI 配音，並有粗俗用語，不是為兒童而設。喺影片開始之前，多謝以上嘅金主嘅鼓勵同支持，大家記得按下訂閱先唔會錯過之後關於小可愛同自嘲紅嘅資訊。故事一開始，小白攞住張卡茲米餅嘅抽獎活動單張，而大獎可以抽到超強力吸塵機。小白就話：你係邊度揾返嚟㗎？肥痴冇理佢咁多，係咁填緊參加表格。小白偷望原來個抽獎活動要寫低對米餅嘅留言，兔哥即刻行過嚟左望右望睇下肥痴寫緊咩，原來係寫最中意食米餅，搞到肥痴勁老尷。之後就打開包卡茲米餅，邊食邊吹水。小白就望下二獎係咩嚟先，原來係一個叫茅乃舍嘅湯包禮盒，聽落好似好勁咁喎。跟住肥痴就攞另一張抽獎表格係咁填，今次就寫二獎。肥痴就話中咗獎嘅話評分俾大家一齊飲。兔哥就即刻攞起張抽獎表格，係留言區上面畫咗個米餅味道嘅參數圖。睇嚟兔哥對食呢家嘢真係好有研究。係等抽獎結果期間，肥痴就同小白走去咗地下網吧打機，入到去就見到栗子饅頭係度上 YouTube 睇鹹網，望真啲，原來佢係度睇緊一段點將污糟到攞去抌嘅地氈變翻乾淨嘅片，睇到肥痴小白目定口呆，轉眼間將地氈乾淨到同新一樣，犀利到佢哋拍晒手掌。之後佢哋諗住揾個位坐低打機，點知又發現海賊老師又係度睇鹹片。今次條片就係睇住啲勃勃車加速衝過啲超深嘅水凼，睇落好似好好玩。跟住其他嘅車都貼住咁衝過去，海賊老師就睇到雙眼發晒光。不過肥痴同小白睇唔明有咩咁好玩。畫面一轉，打完機嘅肥痴小白見到兔哥變成魷魚乾瞓咗喺度，嚇到佢兩個即刻跑過去睇下發生咩事。望真啲會唔會係上次件魷魚生晒窿咗？咁即係話件衫真係用巨大魷魚整出嚟。點知兔哥一嘢就企翻起身，原來佢係將自己塊面攝入去個魷魚度，而兔哥見魷魚乾差唔多食得就將佢食落肚。去到夜晚，肥痴小白同兔哥攞住發光蘑菇周街跑，原來佢哋跑咗去一棵櫻花樹，兔哥就爬咗上去樹頂，放低個蘑菇做盞燈。之後佢哋三個就坐喺度開大餐，每人都攞住個豆大福，一路食一路望住棵發光嘅櫻花，勁浪漫超有氣氛。小白就話呢度就係我哋嘅豆大福秘密結社。過咗一排，肥痴就賴巴閉咁叉住條腰，小白就問佢做咩，想放屁就出去放啦。點知肥痴喺度唱睡衣派對之歌，仲話自己報咗中年好聲音，今鋪實攞硬冠軍。突然係屎忽到攞咗湯包禮盒出嚟俾小白睇，原來肥痴真係中咗二獎，睇嚟肥痴嘅無敵抽獎運真係堅。之後佢哋兩個就拆開禮盒，將湯包平均分成3份。小白就問多次肥痴堅係分俾佢同兔哥。咁啱兔哥去到肥痴屋企，小白就同兔哥講有禮物收，可能係你畫嘅參數圖搞到中獎機會大增。兔哥攞住份湯包係咁索，唔知係度打咩鬼主意呢？到咗第二日，小白急急腳咁跑去揾肥痴，一路跑一路嗌湯包啊！原來小白收到風話嚟緊會搞個煲湯嘅大型比賽，而且仲聽到一個傳聞，如果贏咗嘅話會有豪華獎品。不如我哋帶上次中咗獎嘅茅乃舍湯包去殺佢哋一個措手不及啦！跟住肥痴同小白一齊跑過去揾兔哥，同佢講翻頭先單嘢，睇下勝算高唔高。咁啱兔哥手上面攞住個勁熱嘅白色包，小白就問呢個係米豆沙包嚟㗎，係紅豆餡定係綠豆餡？而兔哥就食到不停係咁叫，小白就大嗌唔通係用全部湯包整成嘅餡？不過兔哥掛住食冇理佢哋。畫面一轉，已經到咗比賽嗰日。攞住湯包嘅肥痴小白去到會場，攞住份參加申請表格，就問肥痴呢份嘢要填啲咩嘅呢？而兔哥就攞住煲綠色嘅湯過嚟揾佢兩個，小白就問佢呢煲湯係用咩嘅湯底整出嚟㗎？兔哥就賴神秘唔答佢，小白唔理咁多，就話我哋目標要攞個冠軍返嚟。之後盔甲佬宣布團體報名即將截止，小可愛一族請盡快去登記處報名。小白就即刻以光速度跑過去，
之後佢哋三個就坐咗喺後台，係到等緊出賽嘅肥黐就望住自己塊第15號名牌，小八就話一時間諗唔到用咩名稱參加，就求其用個斗大福參賽啦，仲話唔知佢哋係點審查冠亞季嘅呢？之後就八卦望下其他參加者叫咩隊伍名稱，就見到20號叫後空翻，21號叫扮野王，22號叫魔術大師。見佢哋咁過癮，就諗咗一陣，突然間小八個心嚟咗一刻，街唔通頭先嗰度係填參加項目，就諗翻頭先同盔甲佬報名嗰陣，盔甲佬好似淨係叫佢將個名牌貼喺胸前面喎。之後聽到大會講8號選手表演嘅係人偶劇，小八瀨晒嘢飆晒冷汗，唔知點算好。瀨晒嘢震晒嘅小八就細聲同肥黐講，我似搞錯咗，要準備嘅唔係煲湯，而係才藝表演先啱。兔哥即時小八大嗌，就算用茅奶瀉湯包都搞唔掂㗎，而且唔用斗大福做啲嘢嘅話就會。小八嘢都未講完，就聽到大會叫第14號參加者出賽，佢哋就聽到14號參加者唱緊睡衣派對首歌，肥黐同小八就心諗想轉唱呢首歌都唔得添，點好呢？不過出面嘅小可愛聽到首歌就勁開心，成個緊張嘅氣氛唔同晒，仲不停喺度跟住節奏打圈跑嚟跑去，有幾個小可愛仲誇張，當呢度係歡樂滿東華玩疊羅漢，盔甲佬見唔對路，就即刻叫下一隊第15號選手出場。肥黐小八同兔哥就急急腳行出嚟，飆晒冷汗同現場觀眾打招呼，而現場嘅小可愛就滿心期待佢哋會表演啲咩出嚟。震晒嘅小八就即場爆肚講斗大福身世嘅故仔，而肥黐就用個圓形屎忽扮粒斗大福，但係兔哥就放低煲湯轉身走去後台。小八心諗你隻肥兔咁冇義氣就咁走咗去，玩緊搭羅漢嗰班小可愛仲係度玩氹氹轉菊花園。見現場開始出現混亂，盔甲佬就走埋去舉黑旗準備清場，而小八開始爆肚爆到冇嘢好講，就醒起上次兔哥食白色包裹啲湯包，就諗到新嘢繼續爆肚爆落去，而肥黐扮斗大福扮到面容扭曲。小八老尷到就嚟想搵個窿捐入去之際，兔哥就攞咗個卡式爐上台，即場將煲綠色湯加熱，之後就叫肥黐同小八傳啲湯包俾佢，加咗啲湯包落去，啲湯越煲啲香味越濃，成場嘅小可愛即時俾佢吸引住。小八聞到之後就流晒口水，兔哥就俾咗杯小八試飲，飲咗啖就話係佢人生中最好飲嘅湯。原來綠色嘅湯溝埋茅奶瀉湯包，會產生咗一股從未出現過嘅美味。現場所有人聞到就話好想飲翻杯，就連嗰班玩緊氹氹轉菊花園嘅小可愛都即時停咗喺度係咁索。靈機一觸嘅小八就將煲湯加埋落去個故仔度講埋落去。最後故仔講到斗大福飲咗啖傳說中嘅綠色湯嚟打完場，再向現場鞠躬道謝。小八就話嗰煲傳說中嘅綠色湯就係大家眼前，現場嘅小可愛如果想飲嘅話可以過嚟飲，每杯收費100蚊美金。而盔甲佬估佢哋唔到，咁嘅才藝比賽都俾佢哋攞嚟做帶貨環節，而好專業扮緊粒斗大福嘅肥黐知道完咗個表演，終於可以鬆一口氣。現場嘅小可愛變咗河伯咁嘅樣，個個都掛住飲暖粒粒嘅湯而安靜咗。畫面一轉，完咗表演嘅佢哋，小八即刻同肥黐兔哥道歉，肥黐就話冇咩嘢嘅，最多今晚餐飯你找數啦。之後盔甲佬走埋嚟，就話多得你哋先令現場小可愛冷靜落嚟。不過佢哋3個完全聽唔明盔甲佬講緊咩，淨係知冇人發現佢哋3個係搞錯晒成單嘢。最後佢哋每人攞到一份參與獎，打開佢原來係超級好味嘅朱古力金幣。小八就笑住講，就算冇贏到大獎，呢度都夠晒豐富啦。之後就追問兔哥綠色果煲湯究竟係用咩煲出嚟，兔哥個樣突然擺咗個好古怪嘅表情出嚟，就擰轉身急急腳跑走咗。總結下今天故事同個人見解。相信今天故事好多人都有個疑問，兔哥嗰煲嘢究竟係用咩煲出嚟？網上有好多流傳，
有人話係兔哥捉咗隻哥布林煲出嚟，所以啲湯係綠色。查實長野老師到而家為止都未有解釋過，而經過我一輪嘅考究，個人認為今篇故事同復活節聖博德節有重大關聯。大家留意返長野老師出斗大福篇故事係24年3月21號開始，直至到5月8號先完結，故事橫跨咗復活節。咁啱係復活節期間出咗幾篇好似同斗大福篇冇咩關聯嘅故事，分別係3月29號出咗地氈清洗篇，3月31號出咗汽車視頻篇，4月1號出咗魷魚乾篇，但其實每篇都代表咗唔同意思，分別係復活、洗禮、都靈聖練步。而正式進入故事嘅戲肉係復活節打後先至講到。故事中小八參加表演嗰時編號為15號，共有3個人去表演，大家將數字擺埋一齊就成為聖經中153呢個特別數字，係約翰福音第21章記載咗，講述耶穌復活咗之後第3次係門徒大顯神蹟嘅故事。簡單啲講，有一日彼得同其他6個門徒喺加利利海捉魚嗰陣，捉咗成晚都冇收穫。去到差唔多早上，係岸上面嘅耶穌大嗌佢哋去船嘅右邊放魚網，啲門徒就照做啦。點知就捉到極之多魚，足足有153條，而且個漁網竟然冇俾啲魚頂爆。雖然聖經冇好明確咁解釋153嘅含義，所以係早期嘅神父認為153係三位一體嘅象徵，而153對於我嚟講係代表曾志偉身高嘅象徵。跟住點解煲湯係綠色？其一，兔哥係用咗茅乃舍嘅抹茶海苔味嘅湯包，專為茶漬飯而設計，而且抹茶又有茶氨酸，有鎮靜嘅作用，所以佢嘅香味可以平息係現場玩緊疊羅漢嘅小可愛。其二，亦係最大嘅原因，就係暗示緊聖人聖博德 Saint Patrick， 佢係愛爾蘭嘅守護神，係公元5世紀嘅人物。後生嗰陣喺羅馬統治緊嘅英國出世，10幾歲就俾人捉咗去愛爾蘭做奴隸，後來走咗佬仲信埋基督教。之後佢就膽粗粗喺愛爾蘭度傳教，用3葉草解釋咩叫三位一體，搞到基督教喺當地落地生根，仲起咗唔少教堂同修道院。傳說佢趕走晒愛爾蘭啲蛇，但其實嗰度本身冇蛇，係比喻緊佢踢走晒其他嘅異教。而綠色主要係同愛爾蘭嘅綠寶石島稱呼有關，成個島都係綠油油。另一個關鍵係聖博德用嘅綠色3葉草嚟解釋三位一體，所以綠色成為聖博德節嘅代表色。到而家每逢3月17號，全世界都會着綠色嘅衫褲，或者食綠色嘅嘢，飲綠色嘅啤酒，仲會戴綠帽嚟慶祝聖博德節。題外話，戴綠帽係西方文化係冇咩問題。不過喺香港就自己諗下再決定啦。所以今篇係暗藏咗好多耶穌同基督教嘅資訊落去，所以唔好再話兔哥捉咗隻哥布林去煲湯，哥布林仔冇得出場已經好慘。同埋點解最後個參與獎會係朱古力金幣呢？其實同愛爾蘭嘅民間故仔有關。話說有隻中意着綠色衫，中意整蠱人嘅矮仔精靈，成日收埋啲金幣係個彩虹嘅盡頭。傳說仲話，如果你捉到佢，佢就會用金幣嚟交換返自由。所以啲人一講起聖博德節，就會諗起到執金呢個故仔。另外，肥黐抽獎贏到返嚟嘅湯包，係嚟自一間叫做茅乃舍嘅無添加湯包品牌，係日本福岡縣超級興，專出啲倒落個杯就飲得嘅懶人恩物，材料全部天然到爆，例如九州野菜、國產雞等等。而昆布柴魚就熬足勁多個鐘，絕對冇味精同化學嘢。而且佢啲湯包款式多到揀唔晒，例如和風豚骨、雞白湯、野菜豆乳湯底等等，樣樣都齊。唔單止可以直接當湯咁飲，仲可以撈埋烏冬，或者攞嚟打邊爐都仲得。而斗大福就係日式嘅糯米團，外皮彈牙軟糯，通常包住多到核爆嘅紅豆餡，而且甜味啱啱好，食落去仲會帶少少鹽味嚟對沖翻甜嘅感覺，係日式甜品界嘅低調高手。個人認為攞嚟做下午茶一流。粵語版嘅小可愛斗大福篇解說大致係咁多，歡迎大家留言對呢篇有啲咩睇法。
鍾意嘅俾個心心同訂閱呢個頻道支持下，仲有記得 share 俾更多鍾意小可愛或自嘲紅嘅朋友睇。最後送上斗大福主題曲俾大家欣賞。気持ちが落ち着いた甘い甘いあんこの嵐でもスープが